这场大火导火点是伫个2楼的楼梯，初步调查真有可能是电器导火。根据着内政部消防署的统计，台湾平均每4点钟就发生一届的火灾。若独立主体是发生火灾次数的第1名。另外，火场的罹难者有超过90%是死伫个5层楼以下建筑物，也就是讲，这个透天厝是火烧厝的发生率甲死亡率拢是上悬的。消防局来提醒，厝内底倒警报器，或者是铁窗留一个会当拍开的逃生口，这拢是火烧厝的时阵，是毋是会当逃生上主要的关键。乌烟大火为透天厝一直烧出来的昨早起，高雄三民区的火烧厝造成5个人死亡。高雄县内前院长甲因某有走出来，查某囝囝婿甲3个孙仔救无活，互人心酸。上局火调科初步判断，导火点是伫2楼楼梯间。可能是电器导火，依照上述的统计，台湾平均每4点钟就发生一件火烧厝，以电器火灾上济占火灾数的3成。建筑物火灾是依照独立主体火灾发生的次数占4成上较济。火场罹难者超过9成拢是死伫5层楼以下的建筑物。为了比较好施工，都会用一些木梅利亚邦隔间，有没有？它那个就是只要稍微高一点的辐射热，它就会燃烧。那以昨天那个例子，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，它4楼、5楼大概都是这种隔间嘛。结警长拢会放一寡物件，这是透天厝若导火较无多收拾的原因。以这案件来看，厝内装潢家具拢是柴，真无导火，加上2楼、4楼拢倒铁窗甲强化玻璃，阻挡逃生的去路，佫无倒徛假火灾警报器，错失第一时间逃生的机会。家里的可燃物真的拜托各位国人减量、减量再减量，然后搭配一颗助警器，每个房间，包括你的走廊还有楼梯间都要装。楼梯边唔通放电器用品，然后倒铁窗一定要留一个会使逃生的出口。装潢使用防火建材，预防胜于治疗。万一若火烧厝，才会使提悬逃生的机会。